竹溪水环园区伫这几档经过市府的整治，现在成为生态休闲加亲子佚佗的好所在。而周边的大同国小更加结合竹溪水环，发展校本课程、竹溪艺术的乐园，并且结合今年儿童艺术教育节的课程，上午进行发表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是跟台南市2021儿童艺术教育节做结合。那我们做一个竹溪的先驱课程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竹溪课程就是我们的校本课程。我们的老师带着孩子去探索竹溪，认识竹溪的环境，走读竹溪。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知道，从走读中认识竹溪，然后发现问题，寻求答案，展开解决问题的一个行动。最重要的是，先驱课程呢，是我们的老师结合科技、人文、艺术的跨领域课程。我认为这一个课程非常的赞，而且它值得推展。那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面呢，他学到有人文、有科技的一个艺术的课程。上午的成果发表，包括教育局长陈新辉以及跨校跨领域的老师拢到场出席，包括周边的中明、中校加竹道国小，甚至咸水的南投国小，嘛拢由校长加主任到场。发表会中，教育局长更加化身为竹溪游乐园的设计师，甲现场的学生来互动。唯一不可被机器人取代的一种软实力，所以我想我们的孩子应该给他们从小来给他们培养，给他们计划。那刚刚看到一个学习历程的纪录片，其实孩子在那个动手做的合作、动手做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小朋友又谈到了学到彼此之间相互的讨论。那讨论的那个过程里面，其实他们就会有一些思考，就创造思考，怎么样把他一个作品能够呈现出来，互相的激荡。然后其中呢，其实也是会融入平时所学到的各领域的一个知识。所以包括这个人文历史，还有包括自然还有艺术人文，甚至连科技一起融到其中，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学习。这项竹溪艺术乐园的课程，透过讨论加运用各种的素材，进行乐园立体创作，由学生收集竹溪丰富的生态声音，透过编曲搭配各种的美术场景。以及 AI 的辨识技术，以游园车的概念，带领参观者游览美丽竹溪艺术乐园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